我覺得咧嗰種完美嘅夫妻關係咧係點樣相處嘅咧？嗱，第一樣咧就係各自咧有對對方引以為傲嘅一點，會喺公開場合咧讚美佢嘅。嗱，嗰種由衷嘅讚美咧，佢引以為傲，你又同樣以佢為傲嘅。第二樣咧就真係彼此都會睇到大家嘅好啦，而唔係糾結喺對方唔完美嘅地方，因為人非聖賢啊嘛，邊個會冇缺點嘅咧？係咪？第三樣咧就係你要及時去表達同埋去溝通嘅。嗱，好多情侶或者夫妻咧都係會漸行漸遠嘅一個前提咧，就係因為唔肯同對方溝通。嗱，只要同對方保持大量嘅溝通啊，將你嘅諗法講俾佢聽，你嘅困難都講俾佢聽，你嘅處境一樣講俾佢聽。佢出於愛咧，都會理解你嘅心意，就明白你嘅。嗱，仲有一樣就係你哋一定要培養共同嘅愛好。嗱，你知唔知啊？短期嚟講咧，人嘅共鳴咧係靠超強嘅理解啦，但係長期嚟講咧，一定係要有共同嘅愛好。呢一樣咧，共同嘅愛好就係可以令到兩個人一齊行得更加遠嘅秘訣啦。嗱，今日分享係咁多先，邀請大家咧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嘅片喎，又或者大家有啲乜嘢諗法，歡迎分享俾我。下一集見。